太空遊學團係警隊毒品調查科連續第3年為小學舉辦嘅互動禁毒劇場，向超過13500名小學生傳遞禁毒信息。互動劇場最精彩嘅地方呢，係在於現場嘅同學，你哋嘅選擇、互動同埋參與，令到學生享受話劇嘅同時，亦都能夠呢係增強對毒品嘅認知，認清毒品嘅禍害，謹記毒品一啖都咪制。佢嗰個場景嘅佈置咧，係圍繞住一班嘅同學仔，令我哋咧係有一個同演員啦，有一個好親身嘅接觸啦，演員有交流啦，同埋互動啦，我覺得好特別嘅。我學識咗啦，唔同毒品嘅種類啦，佢哋嘅禍害啦。我學到咧太空遊嘅禍害啦，就係例如咧，佢會令你頭暈啦、眼花，對頭腦造成唔好嘅影響。咁個劇場我覺得好精彩嘅，咁啊尤其是用一啲好生動嘅方法，用一啲劇場形式啦，同埋好多互動嘅形式啦，咁令到啲學生咧可以都親身投入咗去。咁同埋我諗成個劇場入邊嘅內容咧都好正面啊！咁令到啲學生咧，佢好似有得選擇，咁但係又學識咗咧，有啲咩嘢係應該做，咩係唔應該做。咁同埋強調咗好多太空遊同埋大麻嘅一啲禍害啦。咁啊，最終個結局咧都好深刻嘅，令到啲學生都知道咧，原來食咗太空遊、食咗大麻之後咧，運毒咧會俾人哋拉嘅。咁我都好欣賞呢個咁嘅形式，咁都期望學生可以喺呢個劇場當中可以學到更多嘅關於太空遊嘅問題啦。